师傅抚琴，远看犹如谪仙子，仙子自然是不吃烧鸭子的。又让厨房做烧鸭子了？没有啊。我都闻见味儿了。这确实是一盘烧鸭子，我见到师傅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。师傅抚琴，远看犹如谪仙子，仙子自然是不吃烧鸭子的，所以是我错了。错，就错在烧鸭子身上。不是，世事繁复，海市日后，应当三思而后行。不会凡事只看表面，定不负师傅期望。所以师傅是原谅我了吗？此处是何处？手三阳经。若是断了会如何？轻则不能习武，重则残废。知道还不服药？自己思过，回房去。谢谢师傅，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慢着，你手艺不佳，还自作聪明。明日开始，加紧训练，不能偷懒。知道了，师傅。还有，把这盘烧鸭子拿走。您不尝尝吗？拿走。